乡亲啊，继续来看921大地震，今年满20周年。当年位于晋阳的南投的国姓乡受伤严重，这20年来，乡民发挥着客家严硬精神，重新站起来。今年特别来举办着国姓唱成功的活动，欢迎大家来做客，来品尝全国产量第一的国姓咖啡，嘛来见证国姓乡的蜕变重生。 伊嘛当先抢着成功，南投国姓乡这步行足足20年。921大地震伫晋阳的南投国姓乡天崩地裂，受伤严重。乡民坚持客家精神，总算开花结果。国姓乡变成全国最大的水陆源乡，洛阳年产值有2亿。 咖啡产量甲种的面积是第一名。今年特别举办921地震20周年国姓唱成功的活动。最后的一个重头戏就是抢成功活动，主要的目的就是要展现我们客家的应景精神，告诉我们全台湾的好朋友，我们已经蜕变成功。 欢迎大家去南投佚佗，见证南投国姓目屎拭打，勇敢向前行，好好享受芳甜的草鱼，甲特别的咖啡香，特别是在后重生的南投国姓苦尽甘来。